消息赶紧要来关心全国高中以下学校明仔载伫要开学，为了要确实做好校校防疫的工作，新北市每一间学校都赶紧来做防疫演习，也有整理物资。市长侯友宜搁一届来到学校来视察，时间赶紧交予记者叶婷来查来了解。叶婷。 好，主播跟观众，明天呢就是全国高中以下的开学日，赶在呢前一天呢，基本上呢是所有的学校呢都在进行校园消毒，还有呢模拟明天上课的情况会发生的 SOP， 以及呢校园的模拟演练。而今天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呢是特别一大早的时候呢是来到板桥的大关学校这边呢来进行视察，特别呢是针对中午的用餐时间来进行模拟演练。马上带您看一下稍早情形。在家里一定要量完体温，那老师来一定会再度检查。 那绩效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老师们再做一次体温的量测。那如果有发烧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请家长带回去。最重要，你如果在家里量体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来学校。所以你自己的健康管理很重要。那你们知道体温几度就不要来学校吗？37.5。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侯友宜呢也特别是针对家长们担心的口罩数量呢，他也再次的提醒以及重申，新北市呢都有提供足够的数量是给所有的学校。如果呢学生呢有口罩不足的情况，也千万是不要担心，学校都有充分的准备。以上现场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